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我係阿明姑，歡迎收看福起來。觀眾朋友有想過冇？因為地方呢，要花一多時間睇我哋嘅馬路巷，可能上班嘅時間啦、上課嘅時間啦、要浪街嘅時間啦，嗰度我哋看看啦，嗰安全嘅馬路其實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問題。我哋睇屏東有一群嘅人維護我哋用路安全嘅斑馬先生，都係我哋交通警察。喺交通隊裏邊呢，其中有一個點嘅喎。今日來到我哋現場，而係我哋屏東縣政府金山區交通隊業務組的組長常泰偉常組到我哋現場，我哋歡迎泰偉。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常泰偉，今日來到一個福起來嘅，還有福起嘅地方，大家好，謝謝。係泰偉還是泰迷呀？泰偉呀，泰偉啦，我們綽號叫泰迷誒。我見即係佢行業係咪？本地係咪行業？我是廿幾年那底啊，這個行業廿幾年那底嘅。因為我阿婆哈是彰化永靖人，他們是廣東饒平縣的人，然後我是因為這個我回到故鄉，我才知道我們是饒平縣人，然後才知道說，我也是客家人。但是本地土路的客家妹啦，係啊，不是以前唔係這個行業冇上到廿幾年，那反而講。這個本地嘅行業係饒平客，係饒平客，係。嗰時喺把會學過下，一定。反正一開始後，你要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講，這個本來係交通隊嘅業務組啦，嗬。請問一下，其實我哋頭先睇到講，我哋咧交通隊，請問一下交通隊體育也範圍同一般嘅警察有乜嘅唔同樣啊？我哋交通隊嘅做嘅事情啊，主要部分分兩部分啊，一個是車禍事故處理，如果發生查獲的時間，我哋會幫大家量測啊，然後判斷這個事故的造成的原因，然後給大家一些可能後續要做一些理賠啊，一些怎麼樣事情的一些判斷哈。啊，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們要防止車禍事故的發生，防止車禍事故的方法的手段有很多啦哈，主要的就是一般是傳統取締告法，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今天。我待會會跟大家 show up 的，就是說，我們做很多交通宣導，我們希望從人的這個行為上面，從認知到安全這件事情去改變他們，希望不要發生車禍事故。如變成講，發生事情的時間，我們還能負責，但是希望講唔好發生事情，前面的宣導，教育嘅部分嘛，還能夠負責到頭嘅。係啊。咁頭先我哋有介紹過，其實這個係我哋經驗嘅。譬如講，我哋喺警察街地方，佢有名嘅點子王，佢都新嘅想法，哪有安尼嘅名稱聽人神通咯？哦，其實是這樣子啦。我念書的時候也是很愛，也是一個不敢說離經叛道啦哈，就是說我的想法跟做法有時候跟同學是不太一樣，但是我總是當了公務人員之後，我是有一些使命感哦，我希望能夠盡我的。英文有一句話叫 try my best 哈，就是說我一定要盡我的可能性，對，就把事情做好。然後你知道我屏東縣的這個車禍事故還蠻多的，然後很多人都因為車禍事故嚴重的傷害或者死亡哈，然後到了家庭的破碎。事實上，我覺得我在這個位置上面，我有這個責任，我要盡我的一切的可能去挽回這些生命，挽回這些家庭的破碎。嗰時從頭到尾嚟講法，你等於嚟講，其實冇唔錯。一般交通事故，交通係社會等人嘅話，等於一啲家庭，好，你社會等人，唔可能嗰個家庭係爸爸冇咗媽媽爸，啊，家庭可能全部都冇。嗰時唔看到安嘅事情，係用原因嚟講，其實最好唔好俾安嘅事情發生。你希望講，佢有冇喺教育上面啊，喺宣導上面提下數係咪？嗰時想唔間嘅話，你係咪有乜嘅理念可以同人講？像譬如講，你這個有想到乜嘅方法，比如我哋喺交通嘅上面有一些個奇妙啦，冇乜嘅神奇一種想法，聽我哋喺交通嘅上面嘛。哦，其實有傾到呢，其實我出國嘅時間，去日本嘅時間啊，看到日本有點下雪嘅時間雪會把這個道路的旁邊的電線桿都遮住。所以說，日本就設計一個反光的束帶，好，安普亞斯也是，因為雪會，燈光打在雪上面會反射嘛，所以它就在那個雪的上面做一個束帶，顏色不一樣，
路边人家哈更容易辨识，安尼安不要一个道路的边线迄某个地方。啊，其实我哋香港的屏东啊，哈，嗰条路哦，嗰条路安不要清，没有什么灯光，清暗哈，像是来查实在上面嘛，清危险。我们屏东县的自撞车祸事故也比较多，所以我路101年时，我做一个环形反光束带，然后目的就是要增加这个道路的辨识度，跟现行的辨识度。啊，你做一时，跟时间都得到一个创新贡献奖。后来我们也做了很多宣导啊，香港人看一个斑马先生有没有？这个我们也后来得到这个创新贡献奖，宣导类的创新贡献奖。然后后来我们也做了这个小绿人，你某给屏东的求婚小绿人啊，都改发明设计的嘿。嘿哦，因为我有看到个新闻啊哈，我一直觉得讲有个东西係，譬如講中央標下來啊。天地喺屏東人做，可是唔係中央設計，我哋屏東人做嘅，係我哋屏東人發明嘅哦。係啊，我發明嘅。哦，係啊，咁當初我想到我做下嘅求婚嘅46年哦。其實哈，我一直在想哈，在想說，做乜嘅事情，做乜嘅有意義嘅宣導活動，比那個好上嘅哈，比那個交通嘅比險哈，比交通一樣。像各種方法啦哈，也去學校去宣導，也苦口婆心的規勸啦哈，甚至有這個疾言吝嗇的指責啊，也希望他們能夠這個好好的遵守交通規則。其實後上嘅做唔到，啊，感覺屏東縣的後上嘅這個年輕人這個車禍事故的比例還是很高。我就想說，那有哪個共同的因素或元素是可以呼喚他們的、喚醒他們的？我就想到一個東西。愛可能可以改變人的哈。如想說用什麼方式來傳達這個愛？我就想到說，道路上有個小綠人，是感覺經常在走的時候可以看得到的東西。然後我們用這個小綠人這個載具來傳達愛的信息給他們，讓他們為所愛的人安全。如果我愛我的女朋友的話，對不對？我愛我女朋友，我一定不要女朋友受傷，也不希望我自己受傷，讓女朋友擔心。對不對？然後我們父母愛小孩，我不要為小孩不要受傷了影響小孩，也不希望小孩受傷，是這樣的因子來用這個愛這個因素來做一個傳達，用這個小綠人來表達這樣的意義。咱一講啊吼，咱發現講，其實咱的講真係歸從了一邊啊吼。我哋講小綠人呀的東西，其實我哋哪度看得到，十字路口都看得到嘅東西。但是嗰種講，你用一個看板，譬如講一個宣導的一個看板在那邊的話，其實你冇辦法用一道面，你可能就是放個重要路口放個幾面而已。可是每一個路口幾乎都有一個小綠人，好多等於講每一個十字路口我哋路一個46年，但是我哋講我哋而家46年，如傳達到路一種愛的方向，譬如講我哋求婚啊，吼，更加我哋咪要天二胎嘅46年寬認懷孕了，懷孕，給路係啊，係啊，就變成等於講，我哋隨時隨地睇下嘅路況都可以看到，唔單止幾神奇，其實都這樣講，伊傳達出係一種愛，一種我哋對朋友嘅愛，好對我哋嘅朋友，對我哋路客人嘅愛，嗰時看到有東西，伊都會視察過慢。嚴禁過慢，係咪？係，我哋期待路安尼啦，就是說，他必須由內心裡面去體會到，他如果有危險的駕駛行為，他所愛的人，或是愛他的人會因此而受傷害，所以說他就會放下來 ，slow down， 對。嗰時等於如果也係看好了，幾神奇嘅，伊個46年，對牽數，對一個銀行路變成2個銀行路，最尾有3個銀行路，寬認嘅變成啲家庭嘅，其實後來有一個暗重要嘅意義提嘅。咁從安尼嘅想法嘅話，喺啲縣市嘛有學到吧？有啊，事實上很多縣市他們都來取經誒，他們都來問我們說看個人用嚟做誒哈。其實來講哈，一個以前的傳統的小綠人哈，它那個框框裡面，它有的那個 LED 的數量是比較少的，它是沒有辦法做出比較細緻的動畫。像我哋呢，設計一個人肯數、2個人肯數、3個人肯數啊呢，用傳統的燈具是沒辦法做得到的啦。所以說它的整體的設計都要改變。所以說我有教他們啦，陸續大家可以看得到了哈。據我所知，好幾個縣市他們要發展出他們自己的傳達訊息的方式。
可是以前哦，实在是无想到讲安尼平常看到红绿灯，吼，就是种可以传达出某种的东西出来，因为以前都一直电的嘛，以前嘛因为一直电那些打战的世界，其实是真的没办法，但是给它变成一个 LED 灯的世界，好，也就可以某种一种表达的方式。其实我头都唔同我讲那个斑马先生吼。我无想到迄个的屏东县市伊个规创业的伊个想法，因为我最近咧喺路上都看到个斑马先生，有的是伊个灯咧，等伊去我翕相，哦，个无路伊个斑马先生拿伊的安全帽，哦，人家去看伊翕相，我就想讲，哎呦，人家安尼交通讲交通宣导越来越厉害，因为迄种东西都声音的我去打卡啦，我去翕相的呀，多多少少都提供戴安全帽哦。哎呦，斑马先生啊，就是交通警察嘛，哈，我随时听下人的想法。当初我想到把安尼东西变成一个具体化为一种人偶，那我想到安尼做呢？应该这样说了哈，应该有人讲哈，那个以前哈，感觉做那个制服的时间，啊，像讲做警察制服去宣导哈，迄边太甲亲粉去讲看到警察来哈，讲得更权威安尼，系咩安尼？其实唔会啊，伊看到警察都哎呦唔会糖唔上糖所以说我们才会想要说，我们要创造一个关心大家安全的。当然，也给斑马先生又做一个动画哦，做个动画讲斑马先生的由来。走马给斑马先生本来是一张白马，没斑马哦，意思去查佛时比车轮高到一个黑白，变那个车轮压过之后才变成斑马的哈。我们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好笑的这样的一个梗哈，然后让人家接受了斑马先生这样的一个那个，然后在道路上面我们做 FRP 那个造型的斑马先生，事实上很热我们在垦丁那个点啊哈，事实上有上百万人次的按赞啊，或者说参与这样子，就是标记我们斑马先生，所以我们觉得那是个成功的行销啦。不管是城市行销还是安全的行销，都是个成功的。连这个嘛类似实效，可是我相信也要效果一定是在相当好。是，谢谢。没想到伊咧平常看好了几简单的交通教育，其实我用几多的心去用几东西去定。就是下第一下我就有啲鬼创业的故事都讲，其實伊喺做一件事情的後背，話有啲鬼通人的故事。休息一下，我哋馬上過來哦。翻過來，復起來嘅，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係我哋屏東縣警察局交通隊嘅常泰維常組長。伊同我哋講，其實伊哋做我哋嘅交通教育地方，伊花幾多心思去改變我哋以前嘅無腔嘅交通教育。我哋同我哋觀眾朋友講嘅時節都講，其實睇下後背啊，嗬，你係咪有一段故事變成講，你後來都想講，係咪用幾多方法去防止我哋講交通悲劇的發生啊？我想哈，一個人哈，有一個想法，貫徹在他的行為上面，一定要有個信念呢。我們所以說事實上我有今天這個信念，事實上是有一個故事的。在15年前哈，反黑我哋屏東縣一個派出所的首長的時間哈，其實我哋是從來做一個青春專案啦哈。如禮拜五、禮拜六，都一個網咖底杯，前面個生意呢，國安不要4點的有鬼希望呢哈，然後我們就去那邊去那邊臨檢，然後個時節錄一個什麼啊小朋友，小學6年級吧哈，一個隔代教養，爸爸媽媽都不在呢，然後很孤單無助啊呢，然後俺都歸了派出所，然後都搞一個比較好的方向啦，哈，比較好方向，給他泡麵吃啊，讓他玩派出所的網路啊呢。可是後來啊，大概什麼事實上是很對我這樣的對他的方式，他是很認同，他也很接受這樣子，很依賴我啦哈。可是後來這個小孩子被 rape 了，他被 rape 了，然後 rape 他的對象是我辖區裡面的一個嫌犯，然後在前一次的案子裡面，我沒有把他定罪，可能是我們同仁的疏忽，或者是我不夠認真，
以至于在前个案子里面他没有被判刑，然后所以说他就有这个机会去做这样不好的事情。然后所以这件事情很震惊我，很震惊我。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不努力，我的懈怠造成这样的结果。我这辈子一直在想为这件事情找一个弥补。我是想要说，不管做任何事情，我都该更认真，不要辜负了自己，国家给我这样的权利，给我这样的机会，去为大家做一点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好好的把这件事情继续做下去。我现在是在交通队第10年了哈，第10年了。我们应该对退休蛮久啊，不过我想有个事情会尽力一直努力做下去。可是你变成讲，也把事情变成不用有一点动力，你讲现在唔提做任何一件事情，你会过努力去做，过尽力去做，希望讲唔好有乜嘅留下任何的遗憾。譬如讲，都是我非常讲，可能嘅事情，加上够再努力一些的吧，可能都冇有安嘅事情。如果唔好，唔希望讲安尼事情再出现啦。可是你变到虽然讲你这个已经离开当初的理解嘅，而家变喺我哋嘅交通队，但是嘛喺交通嘅方面，你都尽量嘅去努力嚟去做交通嘅教育山啦，無論講交通嘅一些教育嘅一種進步嘅方法，係咪當初嘅想法都變成講唔管睇乜嘅工作裏邊，你會盡量去做。係啊，我犯了一個錯嘛，我想我應該要努力去把它扭正回來，扭正回來。我不想再有，看到很多也個查貨事故，因做係電用嘅安尼我每擺看到總先更新啊，看到如民警用會講啊，看到每一個人面對這樣的問題我都想講，如果我是他的話，如果在當時在他的教育的過程裡面，我們能給他多一點點安全教育的事情的話，可能有個事情都不會發生的。所以說，在不管做宣導、做任何事情，在交通的設計規劃上面，可以做得多的話，我一定去表達我的意見，比大家給大家更好的一些觀念。因為我嘛去那個成功大學讀個碩士啊，那麼其實我哋警察去讀個交通的碩士，簽手人係想去做安尼的事情。平常的規模下呢，一般係啊。我想講那個交通管理的方法，我應該要去更深入的去理解，那有辦法handle安尼的事情。其實講唔單止講，其實每一個交通事故後背，不過講有一點人過身的吧，一點人的後背有一個家庭。其實嗰種他個人因為交通嘅問題，實在係路況，譬如講人哋塞車啦，某個事情實在係路況嘛。其實冇影響到幾多人的一啲事情。譬如講來講人日本人哋喺屏東，攀嚟啲台灣嘅電飛，其實一喺人哋也見人來台屏東攀得最大嘅發通，然後唔該時間要幾長。年要幾多？其實就對我哋屏東人的交通隊來講嘅話，係咪一個幾大的挑戰啊？當然是，你講壓力山大，對，真的是，我們大概前後差不多1年的時間我哋咧規劃一個整體的動線，我哋想一個因為一個辦嘅活動地點在大鵬灣大鵬灣一個交通條件唔好。交通條件唔好是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係講伊個交通進入的動線唔好，一個道路的容量冇安排。道路的容量意思是講單位時間底部可以因批查冇安到，可是上個來你安到，錯冇？那我們就要用公共運輸啊，其實大鵬灣底部又冇直接公共運輸，冇任何一個步行可達的停車場，沒有步行可達的公共運輸的場站，如果呢，所以講。要想幾多的事情，然後大概把我這幾年所學的所有交通的觀念全部都用上了，而且就在很短的裡面要去思考去判斷，你做錯唔錯啊？因為我同觀眾朋友紹介下講，因為我哋一擺盤台灣電梯喺屏東嘅太平板啦，而且其實係一個單向嘅地方啦，而變到講，而係一個像多樣嘅地方，而嗱係單向嘅路，而冇辦法像譬如講有幾多地方，而可能有4面8通，
无去往路可以多下地方，我说可以讲，伊个地方去，那地方出来，可是伊地方本身先天都有限制体嘅。佢从安尼时节，对我哋咧交通对我哋咧警察朋友来讲吧，能样去面对讲，可能会一摆来很多人，尤其几摆全部喺廉价，好，尤其天热啊，都用路上路睇讲，阿妹要等你4点钟，因那边用啊，佢其实能样去面对啊事情，啊，总嘅很样去处理咯。应该可以这样说哈，就是说我哋有分时管理的想法了哈。像我哋那些活动哈，都会有设计，从下午开始就有活动了，到傍晚到晚上散场的时候都有一些很重量级的活动、好看的活动。然后这个分时的方法哈，就是不要让民众在过度集中在某个时间进来，或者过度在集中某个时间离开这样子哈，那都会造成我们整个公共运输转运接驳的太大的压力了哈。事实上，我们做了这个活动的这个交通管理的过程哦，我觉得甚至可以写下一个经验谈哦，可以给其他县市做这个后续的灯会办理的一些参考。可是其实吼，你头讲啊，只旅游影响讲，因为其实就我喺视察一批的嘛。可是其实我都视察的时候都可以谈到讲，嗰種下晝3點以後，我哋咧查邊咱可以試到耐，好，你唔可以試都太頻繁咧，這個是蠻可能蠻可以。然後伊到點以後太黑茶都唔可以入去嘅，好，然後冇你講最遠你可以停到耐，所以變成講其實一路向交通啊，好，你變成同以前冇同樣，以前你看到伊咧排嗰臨時班嘅車嘅，好，你警察你睇見吧，見咩嘅，但是我哋要by透過我哋嘅廣播啦，某個地方，好，我哋提供今日查邊咱可以試到耐啊，佢從安尼嘅安排。係一種用天通啊，還是講係能人為咯？而且一種安排係用嘅方法去安排咯。應該講哈，也個一切都是經過精密的計算跟調查哈。如果你要規劃做一個規劃時間，基礎就是你必須去了解人可能會在什麼時間進來，可能走什麼樣的方向進來，會有多少輛進來，那你先想好啊，想好時才可以分配一個停車場的數量，分配一個停車場滿的時間，行到耐去啊呢。好，下面如果簡單同我們觀眾朋友稍微介紹一下我們的燈會裡面做了些什麼樣的事情哈。我們把我們屏東縣的交通中心，就是我們警察局管的現在交通中心，就直接放到我們的燈會的現場去。那我們那裡面，雖然只有10幾坪的空間，裡面我們做了很多的資訊，那我們在同時在監看這些東西，然後依據這個地方的這個發展的狀況，各種狀況，我們來做最佳的判斷跟最佳的決策了哈。因為這個車流哈，雖然我們會設想它，但是它還每天都有不同的變化。哦，基本上哈，這個高雄路的人青島哈，也可以高雄的轉運站塞車，好，我哋雕那也查去接伊，好，啊，啲潮州人基本潮州人過道，雕那地方的查去接伊，我們都要想這些事情，都要做一些很立即的判斷跟處置哈。然後事實上，我們這些事情就在我們的交通中心裡面做一些決策，然後也發生很大的效益啦。跟行政院院長，好，那個蘇院長有一段的現場，昆東來冇講。一開始很擔心我們那樣哈，昆東按專業、按智慧的交通中心，其實他也放心了哈。這個各級長官都有去到那邊去，然後我都有跟他們簡報，讓他們能夠了解我們的做法哈。啊，另外除了這個地方以外呢哈，我們大概是創全國之先哦，在燈會裡面把高速公路封起來。你剛才提到嘛，下午3點鐘就不能往南開了，為什麼？就是因為下午3點鐘，如果他還沒有到大鵬灣，3點之後他一直到大鵬灣，會把大鵬灣周邊的道路全部都塞住。所以說，我們算是在高速公路上面，把國道封閉起來，好，只准大客車，好，那段我們就做這個公車的專用道哈，讓那個大客車呢快速的接駁滿的民眾這樣子，然後發揮很大的效果。開始之初啊。這個高工局也是對我們這個決策是很懷疑的啊，還好，可是後來還好，這個我們林佳龍部長啊，在那邊他看到說，還好我們有做這個決定哈，這個決定是正確的，然後也確實沒有讓過多車輛到我們大鵬灣區裡面，也避免了那麼嚴重的塞車了。你看也可以好，也可以地方哈，這事實上擺這個交通錐要封閉這個高速公路，事實上要封2-3公里呢，這交通錐要擺2-3公里，要擺很長的一段時間呢，所以事實上我們都一一做到這些事情哈。啊，另外哈，講到停車場的部分，我們總共有15000多個停車位，好，可是事實上我們只有對外公布13000個，
我们偷藏2000个起来啊。然后我们这个，我们还做了 APP， 然后把这个各个停车场剩下的车位的资讯，来发布给民众知道。民众只要说他只要一点就知道说离自己最近有停车位的停车场是在哪里，就可以引导他去那个停车场停车。做到这件事情，事实上我们就可以很有效率的把这个民众，在不塞车的情况下送到这个地方去。我们这几天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曾经到14800个停车位被停满，没有停到15000个，14800个停满，然后没有塞车。好，所以说我们这运输的转运跟这个停车场的我们叫指派啦哈，如指定观众朋友去哪个地方，民众去哪个停车场，这件事情做得非常成功的哈。可是唔单止係判發通嘅時間係偏動係驕傲，其實咧交通嘅控制地方係偏動係嘛鬼驕傲。可是我派的發動其實冇簡單，但是要控制你嘅來來去去嘛，每一件鬼簡單嘅事情。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賓我哋泰米組長同人講，也把喺台灣燈會嘅時節，我哋屏東縣交通隊做乜嘅努力。其實一講到一部分嘅話，真係一定要同觀眾朋友講，其實我身為一個屏東縣民其實也把台灣燈會喺屏東嘅時節，我只係感覺到講，奇怪，我哋呢資訊過假。因為我哋常常會聽到講，今日因為我哋鄰邊嗰邊抽查嘅人個少，嗰時可能聽人冇按到嘅接駁車，馬上我塞去高雄，每一年都有冇同樣嘅一種改變，因為我哋以前完全冇看過一種情形，可能以前你話可能都安排好嘅，多多少少啦呢，但是也被應變的改革，也係被講同的呢行控中心隨時喺監督有關係啊，一樣啊。一個我哋每日哈，一個觀眾朋友哈，群眾看下的貴嘅時間，其實我哋都開飛呢。呢個時間開飛去到1點2點呢，所有群眾散場之後，差不多是最晚到11點多，11點啦。可是我們可能開會都要開到1點到2點，然後開完會的時候，到第二天早上10點又要再繼續開會，所以說這段時間。不是大家睡覺的時間，是我們要去準備我們的應對的策略，要去做發布，要去做執行哈。然後我們等於是整個燈會的這麼多單位的一個大腦，交通的大腦。那我們所以說我們就要去做一些好的想法，然後正確的判斷，然後去做一些發布了哈。係因為同時有一些作為啦哈，其實雙方嚟講，奇怪，我做完那件事情，因為我記得他們最乜心意的時間，其實都講，收工嗰邊冇得出交通車然後他個人講，收工嗰邊冇出交通車，都係咁樣咯。後來我發現講，因為本地一片嘅人都幾多嘅，可是我嗰邊在過來嘅話，其實都真係都會可能他個人都會寫得睇嘅。佢將一擺我哋台灣地邊喺屏東嘅話，差唔多來屏東攞一道銀紙啊。要拜根據我們用那個電信公司，中華電信也基地台手機的基地台登錄那個基地台嘅手機的訊號安尼還包括我們屏東燈區安尼差不多20來天總共有1000多萬人次1000多萬是破紀錄1000多萬人次。然後因為很多我們的鄉親是這樣子來了好多次，然後高雄的也是很多人都來很多次，所以說事實上我們是應該是最成功的燈會啦，這幾屆以來應該是最成功的，也大概吸引大家眼球，然後大家真的很愛來。因為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我都同我親朋好友講好嘅我講唔得，我喺我帶人去唔最好前面幾件嘢攞下來唔好同我講最尾嘢看到嘢嗰講你要睇同我下來，絕對唔會搭上結果都真係嘅啦，你前面都唔去啦，結果後來看到新聞出來嗰種嘢分享我佢講嘅，後來都講鬼上去呢，講唔得啦，我冇得咩事。那純新意咧，那係我帶人去，其實一定講嘅人山人海啦，係啊，嗰種唔係咧，當初1000多萬人次，係咪到當初一開始你有想到萬多人？想到萬多人，
刚才激发的时间都变成讲，你冇想到安东人，迄个激发很容易改变哦。哦，也给好，真的要讲一下，就是说哈，事实上我们有警察了，做亚个交控中心哈，只是发挥一定的效果了哈。因为面对问题的时间，有更多警察在外面指挥交通啊，那么啊，如果有机会讲哈。遇到什么状况都及时可以处理那些事情啊！其实看到也给好，你看到也给那个外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西转运站东北应该人潮穿越的时间，也给1分钟哈，1分钟超过差不多400人啊！你超过的道路呢，400-500个人在那个路口上这样穿越，这样穿越，日本的社府街头啊，对，没有错，真的很多。然后我们这个路口要维护这个交通的警察，事实上就有10来位警察这边维护大家的安全，然后通过的都非常有秩序啊哈。看到另外要讲投影片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哈，这开始接驳车接驳等待的现场，你看事实上我们那个空拍机啊，空拍机不是一演出完的时候，所有人都挤到这个转运站那边的时候，那转运站同时挤的就是5-6万人。我们有3个转运站，可是一个转运站就5-6万人在那边等待，准备要离场了，所以我们的接驳压力很大。所以说也曾经说外面这个交通状况、车祸事故啊，这个接驳动线啊，不顺。S 姐赶紧用做你嘛。那天无线电喊起来，拿起来，你喊个派出所的，那个分局的，你好一个警车，你始终来的那转运站来，好坐前导车，带行那个不一样的路，好，然后可能更快速的到我们这个停车场，或者到我们的这个接驳点潮州火车站，然后所以说我们是很有效率的，然后也确实解决这样的问题，然后这些事情都在很短的时间做一些判断啊。可是唔头都有講到一激發吼，唔定我哋觀眾朋友有談到冇講講，我哋屏東也要交通管制的中心喺天涯的警察局嘅地方，係，也意思係講其他縣市唔係係咪？係啊，其他縣市吼一定如盡可，他們都會有這個交通局來管啦，好，交通局直轄市的地方路交通局來管，然後其他非直轄市的地方其實某一定有交通局啊，一定嘛有部分是警察管，但是警察。像安尼發展，從安尼交控中心，像安尼其實冇最大全國除了6都以外，最大的這個交控中心的規模，也投資最多金額的，現在可能是鹿港點屏東。嗰時也變成講，規格去解決事情，嗰時不用頭都講嘅，冇唔錯哦。嗰種電影啊，哈，看下給我的那個無人機表演之後。應該就要散場咯，因為你再晚一點的話，你就走不出去咯。不是，其實冇唔錯，其實各種人都開始往的停車場走。對，其實佢變成都講，馬上嘅關於呢次嘅一種現象都要處理係啦，嗬。咁仲能處理下種按太險嘅發通嘅時間，也係咪唔等負責的任務嘅一部分？咁你平常嘅話，如果附近我哋嘅交通宣導嘅部分，因為頭先你講，其實我哋屏東人呢，生意呢出車禍，我們講天津出車禍嘅嗰種機會係咪貴大啊？我這邊有個圖片哈，給大家看一下哈，好，你們看到哈，那個哪個年紀嘅時間哈，車禍最多啊？差不多最多，看到18歲到21歲啊，差不多得讀太好嘅時間。係啊，其實哈，也可以看世界各國的這個車禍事故年齡層的分布哈，沒按呢，好，應該18歲略高，某些的國家呢哈按狗，然後慢慢降，然後又緩升又緩降這樣啊，要急升又急降，好，像是急升又急降，但其他國家是比較緩和的。如果講哈，其實事實上在考照制度上面考駕照過程其實冇教會也可以很上一點正確安全駕駛的觀念所以說我們當然交通部也在努力在改變這個事情，他要把這考照的這個門檻來拉高，希望在各個考試的同時也是一個篩選這個有安全駕駛能力的用路人能夠放到馬路上來，這樣才能夠確實解決年輕人車禍事故的問題。但是一般人，比如講我哋咧開學嘅時間啦，大部分我哋都騎嘅 engine 嘛，其實 engine 對我哋嚟講，我哋都講最簡單些，肉包鐵啦，肉包鐵。但是我哋可以保護嘅喏，可能都我哋咧條啦。但是我哋而家冇唔錯，我哋可以立法去規定講，我哋騎 engine 一定要戴安全帽。也建議，所講有人其實他個二碼啲嘅，但是安全帽有半袖式的、全袖式的，一兩個有乜個差別啊？
其实我哋正确来讲，我哋台湾的安全帽其实有3种类型的哈。第一个就是有全罩式的，就大家都先从大家可能懂的地方哈。它个是有下巴的哈，有下巴哈，它也保护的范围最大，好，安尼往前、往后、往左、往右都可以保护得到。然后有一种叫做3/4呢，好，那有大家都先从一个拍摄的也个安全帽乱的要种的哈，它也是可以保护，但是它没有下巴。它往前撞的时候，还有一点机会会撞到这个地方哈。但是我这边今天来特别要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的就是说哈，事实上我们很不鼓励我们同学戴亚中半罩式安全帽。好，然后讲西瓜皮的好半罩式安全帽，亚种安全帽，亚种安全帽哈，第一它的保护的面积归 C， 好归 C， 然后因为这个安全帽保护面积比较小，然后你说向后撞或者往前撞的时候就保护不到嘛，哈。另外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于说，亚克安全帽哈，以帽带太长，也帽带太长，来表演一下哈，希望你戴短的时间哈。因为帽带太长的情况哈，如果你没有把它系得够紧的话哈，好，一旦发生车祸的时候，这安全帽就会飞掉。嘿，我底下，事实上，我们在交通队哈处理安救的查科哈，其实各多年有戴安全帽，可是发生车祸时间，安全帽都没有在伤者的头上，都没有。对，发生车祸的时候，那个安全帽都飞黑的。都没看不到哎，那在现场才找到安全帽，不是在他头上找到安全帽。所以事实上这个事情安全帽这个事情，我也可以用一个国家的法规来跟各位做解释哈。好，事实上这种半罩式安全帽防护能力太差了，好，太差了。在日本他们也允许这样的安全帽来做使用。但他们只限那个轻型机车，就是时速30公里以下的轻型机车，好，那个阿公阿婆去买菜那种车，好，那可以戴这种安全帽。其他的安全帽都一定要是那种3/4或是全罩式安全帽才可以做这个安全帽。可是其实安全帽真是很难的起眼，今天是保护的最好的方法了哈。其实安全帽最重要的安全，莫因为也要设成规则，买一个冇安全的安全帽，比到我哋自家，比到我哋爱我哋的家人。你今日贵感谢我哋太米主动了，到我哋现场同我哋分享安度沟通安全的事情。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 Fokiloy 的观众朋友们。太敢有问题的话哈，可以到我哋屏东县交通队请来，陈大为，大家有交通上问题，我一定会尽努力帮助大家。感谢大家，神蒙大家。长安道交通安全的故事，你係咪有些有強背調呢？首先好哦，大家聽下欣賞啦，運通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通的时间呢，我是王振祥，来自屏东县长治乡七级导演养生协会，也是郑先生，也是蔡先生。今日呢，同观众朋友介绍呢是脱掌旋腰，脱掌旋腰强调我哋呢两只手呢，按样绑上去，转我哋呢腰骨，给观众朋友我哋呢脚呢先打开来一肩头同法。打开来过后呢，我哋呢两只手呢，合强下呢，最后嚟合强下时，我哋起嘅时节，第我哋呢也就唔可以绑啊按出，也就要稍微坐下去一些，我哋呢重新喺地下边稍微塞一个到我哋呢脚盘中间，两只手呢，将合强下时节，我哋强用来。起头起好起来，去蹦上来。当我哋呢向前方反转上去，绑上去过后呢，我哋呢重新转一下，重新转一下，喺帮我哋第一下呢，我哋腰位绑过嘢时间呢，我哋呢呢头那么大风口所以我哋给它重新手腰转一下。在那时节，有人会讲对眼神安尼可以冇？安尼唔係講
可以啊，唔可以，因为我哋咧两只脚嘅力头咧吼，会冇问题，所以我伊嘅时节，譬如讲我更加伫左脚，我对我脚牌，伊嘅当我右脚嘅脚牌吼稳咧，吼企稳咧，我单脚企稳咧，再晒一下，也係我哋先數腳嘅移動。過來呢，我哋做示範一個呢，按樣嚟親下伊嘅時間。我親下伊嘅時間，我哋呢松樹，同樣跳出來，我哋第一條起嘅都呀，我都要跳出來，松樹綁上去。綁上過後呢，我哋呢重新移到右腳，我右嘅腿我跳落我腳骨呀轉一下，轉下嘅時候，我對我右嘅輕輕地親下去，先綁鬆我哋嘅右骨，再綁好起來，打出來過後我哋都回張啊，再轉晒到左腳左邊嘅時間，我左腳。我右尾同我腳骨轉一下，轉咧，我對我右骨輕輕地下去，下一片嘅轉一下我右骨過後，我再打好，對我頭嗱再綁好起來，再跪住，再出好起來，所以也係我右骨。過來我伊嘅時間呢，我轉下去，我右骨變鬆嘅出腳到下背。我表上到頭時候，我數長短我天嚟，兩隻腳扭好嚟，腳趾扭好嚟，停留一下，再表下去。表下去過後，我點咗另一片，眼神綁好起來，眼神打出嚟，再跪到上嚟中間。中間過後呢，我哋再轉到左邊，我哋呢右骨眼神變鬆了，都跳落下變鬆了下去，轉對條線，松樹呢，長一天嚟後，我腳趾扭好起來，腳趾扭嚟個再變下去，向另一邊好起來。對眼神頭然後綁好起來，眼神打出來過後呢，我哋那跪到正來，兩邊做一下那算一次，所以一次過後呢，我哋再松樹再變下來。以上嘅示範呢，係我哋祈禱嘅動作。接下來呢，我哋要做初禱嘅動作。希望觀眾朋友準備做等呢，同我哋團隊我哋嚟做。點解呢？我哋做初禱嘅動作。初禱嘅動作呢，觀眾朋友準備做等呢，等呢我準備呢唔好有危險性呢，唔好有掛念呢嘢。我哋做嘅時間呢，唔會錯嘅時間呢，等呢會做係。點解我哋喺度開始？托上炫耀呢，主要係我哋初禱嘅時節，一樣同我哋咧背囊經，同我哋咧書行嘅書節嘅經路，用嚟去傳唱。傳唱嘅時節，一樣嚟到我哋咧背囊，到我哋咧有嘅地方嚟傳唱。更加咧書寫咧我哋咧兩隻書咧，合唱下，我哋咧數字咧才交叉安嚟傳咧。放空嘅時節咧，我哋係吸氣。當我哋喺上前行嘅時間呢，我哋反掌送上去嘅時間，天天呢放上去嘅時間，轉嘅時間對我哋咧右嘅行，我哋咧腳骨轉下去，轉下過後呢，我哋再跪到轉來，因為做乜我冇馬上親下去，先我哋初禱嘅初久嘅，我哋咧右骨會硬高過後呢冇法度一下彎下去。我哋咧右尾會舒爽所以我哋先轉一下轉鬆嘅過後呢，我哋打下那親下去，也係轉到嘅時間，幫我哋咧右尾轉嘅時間，幫我哋右尾
力量同我哋咧交割尊崇来。有人讲，跟我算嘅拿上去模量下当然咧，可以变下啦，冇可以，我哋咧数再变下来一次。变下来呢，帮我哋咧数熟悉一下，唔每年咧，我哋再做一次哈。数呢同样，放好佢嘅时间係吸气，反正嘅时间係透气透倒出来。向大号，向大号，我哋安尼放嘅时间要注意呢，注意我哋咧數拿上嘅时间，我哋咧檢討唔睇呢。我哋咧注意我嘅檢討，注意我看我嘅檢討，我嘅檢討係安尼，變咧我嘅講緊送入去嘅，吼，也係個唔好嘅，我哋咧檢討變送嚟，變送嚟，講我嘅講緊，個做出來，做出來個我嘅交骨同腰嘅，那開始轉。轉嚟我差不多有10分鐘嘅時間，個樣咧，個樣做嘅，我咧親下去，親下去吼，親下去過後我再放放入來，我歸章來，再向另一邊，交骨同腰，同我哋咧腰嘅轉下去，我腰骨變鬆來親下去。咁我腰嘅側面咧，比強鬆一下，肌肉強鬆過後，我轉放入來，我那歸章來，歸章來過後呢，我再轉下去，我變下去，我腰骨變鬆來，我頂對頭線方，到頭線嘅時間，我順從我背囊筋，幫我嘅樹筋，我要順從，我對我嘅頭囊，我嘅龍骨。因順從出去，眼神因順從出去，順從嘅當我嘅數個槍已經過長嘅，啊，停留一下過後，我那轉對另一邊，轉對另一邊，放鬆我的那另一邊呢，給背囊筋，那打放起來，眼神打出來過後，再歸到轉來。轉對另一邊。我哋坐到右邊上，垂下去，更加比左邊下去。回到前面，前面過後我哋咧背囊筋，過我哋咧樹筋，因順從出去，順從我哋咧背囊筋同樹筋。在順從過後停留好嘅，我哋轉到另一邊去，再放放入來。眼神放好來後，歸章啊，歸章嘅數再變下來，左右邊做一次，然後做一個回合。而家呢，連續做俾他觀眾朋友看下，講冇講解嘅。以上呢係我哋初道嘅動作嘅示範，希望觀眾朋友初道呢聽我哋嘅好好來運動，幫我哋嘅眼神個擴強一些，我哋下一次拿來了。